哎，咱来看第六章，来按看内部啊，第六章讲的是外部，对咱什么大气层啊、水啊这一些，咱讲外部力量会来用较白，而内部力量，来内岩浆，我们里面的岩浆造成各种造山运动。这一些会让地表变得更不平。好，所以咱要看地球的内部力量，咱来看地球内底的分层。好，地球内底的分层，来地球惯性法好不好？地球这颗球2万欧北化点6000多了哈。6000多少公里？6000多公里6400多了，大概有个概念，你有一个概念6000多就好了啦，有一个概念6000多就好。我跟你讲过，我不知道去做一个心理建设，我没有跟你讲，然后那个建设师不知道我是什么职业的然后。他就考一个尝试测验，因为心理监测有一个智商测验，智商测验有一个尝试测验。还有很发现，尝试测验刚刚尝试测验问这个问题有点夸张他尝试测验怎么发上？请问光从太阳到地球要花多久的时间？大家可以答出来。它有光速瓦定光速，没给他国2轨很多数字你不用实际，但是你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光速每秒30万公里，我问你，光从月球到地球多久？来，这个基本概念马上1.3秒，因为它们的距离40万公里。它的太阳到那个地球我给他秒回答他问我这个问题，我秒回答500秒，大概有8分多钟。好，还有一个吓到，这种就尝试你刚好问一般人问一般人，他不知道我是老师还有问一般人这种光从太阳到地球，然后叫做尝试测验，这可能算难题，所以他不知道什么背景，他大概有点吓到。结果他就问了第2个问题，24个节气，请你任意说出3个。这样，他也讲我跟他讲。立春、雨水、金泽、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暑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一避名你中文不好还是数学不好我叫你讲3个啦，讲3个。我啦，开玩笑一个路惊到我才笑笑跟他说，我是教地科的我教地科的。一般同学，不跟地科要考这个24节气吗？不用以前我在背的时候，中央老师讲那一种超小，我说你抄这个干嘛？这都不会考。老师，我以为会考所以你背那么熟，不会考背那么熟干什么？我哪知道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我想那样，课本不考的我背得很熟，课本会考的我都背不起来。这奇怪真正如果相反过来，我跟你讲，我今仔袂当家了，我去了台大医学院我刚刚背的，先赶紧这一心没有，我跟以前讲说为什么背这个
那是以前那个会友好的不知道讲相声哦，他们讲相声说他去当一个家教然后他给家教学生放假，然后24个节气，每个节气都放，轮到这个节气都放假，然后就把它背起。我就为了讲相声背起。我还背很多很无聊的东西嘞，那个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一有人说相声？我只知道谁在台北之恋，他讲的，有一天我在家接电话，电话响了21响，拿起来一个女生的声音，噼里啪啦对我讲一大堆话。那个女生对我讲什么？她说我受不了你了，我今天跟你分手，因为我是买新麦克风，后来我才发现我在台新麦克风，我在追求的人生就是一项收获不出的意义，就是一项喜乐，我一可乱不可乱，也别请乱，你还帮我搞2段。你听不清楚对不对？我本来听不清楚，我还去看稿哦，那个相声稿。我受不了你了，我决定要跟你分手。原先我以为我是生活在幸福和痛苦之中，后来我才发现我是被排除在幸福和痛苦之外。虽然追求的本身就是一项收获，付出的意义就是一项取得。我宁可乱不可断，也愿剪不断，你还乱，我要跟你一刀两断。你都会搞吗？不会搞吗？我讲的不对，不会搞了，背那么熟。他说。你到底做什么事对不起这个女生啊？我要做错什么？她打错电话了。打错电话你要跟她讲啊？对啊，我跟她讲啊，小姐，对不起哦，你打错电话。然后呢？他有跟你道歉吗？没有，他说你也一样，你们男人都一样不见啊。他说：“那我跟这样讲呢？我跟他讲啊，小姐，你这样讲不公平哦，你这样讲不客观哦，你这样讲伤害到我了哦。然后他怎么回应？一讲他哭了我又伤害到别人吗？最近老是这样，不是伤害别人就是被别人伤害。”然后呢，又对他说一句：“哎，小姐，人生嘛，都这样吗？你下午有没有空去喝个咖啡，好不好？”你们这个民国80年很有名有名到我把这些台词都背起来。BU6成那一页我们说相声，后来还有换了。就是最开始是那个金志杰跟那个金志尧是那里过世的，因为民工被长也来然后后来他又重新教我们，然后再上演一次那是他第一次把那种传统相声跟西餐厅的脱口秀做一个结合，然后在舞台上所以那时候引起轰动。重点是我背这个干嘛？来换地球内部所以地球的半径大概6400。好，你有一个概念，大概6000就好。好，你有一个概念6000就好。来，我们把它分3层，所以你不要讲那个很好笑的事哦。比方说，好来，所以有人讲，你个位下骹咧一直学了，咱就到美国，挖一个井透过地心，然后你就看到一个井，它下面一个箭头往美国，然后你就跳下去，不用坐飞机的，然后就摔下去。
好，我们先不论这个井有没有办法挖成，假设存在这样一个井，然后你就这样跳下去了。根据你学过的阴茎跟那个牛顿加速度的状况，那个来根据你学的这个加速度、地心引力嘛，你会画黑粉，画形状你来。会愈想愈紧嘛，甲你想袂少。啊，毋过一直愈来愈紧，敢会一直愈来愈紧，怎啊冲过头？对啊。来到美国家？没有。不会哦。不会。第一个有摩擦力。好，我们也去掉摩擦力这个因素了啊。来，第一要可原能量因子力学能守的，这假设的是假设摩擦力不存在，动能加位能就会保持力学能守的。好，假设今天我们不考虑摩擦力，因为你爱跳的，比如有空气无，你有抽真空无，因为你摔到某一个极速的时候，你怎样去跳伞的时候，你跳伞跳落，你不是伞马上打开，你跳伞在很高地方，你伞马上打开，你不知道会飘到哪里去。跳伞跳到一个高度才能开伞，然后如果打不开了，还就两眼开开准备投拍了，两眼开开准备投拍，主伞副伞都不开。好，重点是哦，东西掉下来，如果有摩擦的情况下，它是越快摩擦力越大，所以我们的车子为什么会有一个极速？我们任何车子都有一个极速，可是理论上，你的引擎出力 F 等于 ma 对2倍，你只要有力，就会有加速度。你有加速度，它速度就可以一直上去。可为什么车子最终会达到一个极速，也就不能再加速？原因就在于有空气阻力。这个空气阻力不是一个定值。空气阻力会随着你的速度变快而越来越大，到最后空气阻力会变成说，我所谓空气阻力都用来对抗，我所有的引擎出力都用来对抗空气阻力的时候，这时候车子还能不能加速？不然的话，它到极速。那你要提高车子的极速，从一般的跑车想要在这个流线型。做单单，它要减少空气阻力，这样它引擎出力就可以持续的对它加速。不过还是有极限，当然你引擎如何，它可以出的马力越大，这车子的极速就越大。而不管怎样，因为有空气，就会有个极速。所以理论上，你若无空气的话，标准上面，你只要有加速度，你只要有一直持续的给它出力，它就会一直加速下去。假设没有摩擦力，你到中过中心就开始刹车减速，而且根据力学手，你正好出这个到美国的时候，正好速度为零。你一瞬间要攀住井口，无你安怎？你也想着你，你又往摆烂加速了，又摔回去了，啊！如果有摩擦力，那一直震荡，结果最后你会停在哪里？地心。好，当然这个问题是，你一开始就不肯挖这个啦，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挖。我马上给他是感谢3层工料，咱地板有上这3层肉。好，对。来，从外口叫做地壳，中叫做地壳，下骹这两材中叫地函啦，上尾叫地。来。先报一个概念
3400多或3000多里面各占多少？这两个大部分来地核比一半多一点，地函比一半少一点。你说这个一半，这个一半，这个嘞，平均不到20，平均不到20。6000多占20，这个比例安怎比？你卖把比这鸡蛋的蛋壳、蛋白、蛋黄哦，这样很容易了解，可是这个比例会有问题哦。它根本没有蛋壳那么厚。如果你把地球变成一颗鸡蛋的话，它根本没有蛋壳那么厚，它充其量什么？蛋壳中间不是有层膜吗？比那个差不多，依照比例可能还更薄，但是你用蛋壳绝对太厚，啊，你要比这蛋壳17公里哦，17公里，问题是，我们钻到最深的，我们连这个蛋壳都钻不穿，蛋膜啊，我们连这个底壳都。其实也不能说钻不穿，因为你知道，地壳并不是一个平均的，它平均17，可是有的30-40公里大陆地壳，有的海洋地壳很薄，你特别在薄的地方往下一钻，就钻过去，所以你每当还得讲，只是这个17公里，我们如果以这17公里来说，我们人类很难。钻下去10几公里就已经极限了啦。你每次钻那么深干什么？只有一个问，你要干嘛？底下有宝藏去挖嘛？你只有在采矿、在开矿，你才会去挖这个物件嘛？你才会挖这个物件嘛？好啦，是重力安怎？那个。怎么第一节课又无精打采？来，地壳，地函大概2900，这个大概3400多，不，那个一半多一半少，这个微不足道。这个微不足道，而这个微不足道的是我们活在这个上面的，所以我们对它研究最透彻，我们篇幅讲的也最多。来，接着又分成大陆地壳跟海洋地壳。大陆地壳跟海洋地壳，来。大陆地壳以花岗岩为主，海洋地壳以玄武岩为主。这些大陆地壳，刚才讲的厚薄不一。大陆地壳呢，来我下一下它的特点是这个厚，海洋地壳相对就薄。还有呢？厚之外，密度小，这个就大，所以海洋地壳都沉在下面，大陆地壳都浮在上面。然后还有一个大陆地壳，它下面亲热，挖捞地球挖库45亿年地球活到45亿年，我们在大陆地壳随随便都可以找到30-40亿年，随便一找都有。我们要讲海洋地壳最老不会超过2亿年，为什么会这样？超过2亿年的海洋地壳都被回收了。被谁回收？海沟，它都被挤到海沟下面，然后呢融化。
所以海洋地壳最老2亿哦，大陆地壳随便都有30-40亿吧，所以差很多，对不对？啊，这差很大。来，我们先理清一个概念哦，分成这3层是根据什么来分的？这很重要。我讲说，你根据分成这3层是根据什么来分？组成成分，不是状态哦。你不要说，地壳是硬的，地函是软的，地核又变成硬的，不是。地核还分2层，外面是绒绒的，中间是硬的，所以它不是根据固态来分的，它是根据组成成分来分。所以牵扯到组成成分，大家有看哦。它呢，地壳的组成成分上，来，恁理化2过，地壳内底元素上多是啥？哈，要理化给地壳里面元素含量第1名是啥？氧啊，对不？啊，第2名呢？啊，第1名就袂记了，第2名4嘛。啊，第3名呢？第3名也是最多的金属。换句话说，这2个都不是金属，铝哦。想法这3种在地壳里面是第1名，因为地壳的岩质主要就是由这些组成。它是含铝的细酸盐，细酸盐第2个 SiO4 的离子，还有一个正离子，这个正离子就是铝，啊，正离子就是铝。啊，你看这 SiO4， 懂？啊，它正离子是铝，可是它不是只有铝哦，它其实铝是最多。它也包含很多其他的金属，第2名、第3名、第4名，所以铝只是一部分。按而言，阴离子都是细酸盐，所以就造成地壳最多的这个4码，氧有4码，细只有1码，所以氧大于细大于铝嘛。这是地壳里面最重要的元素，也就是它的成分。来，咱讲下地函。啊，呢地函内底上面物质，它还是细酸盐，但是它的金属第1名的金属被换掉了，换成镁，这就造成它的成分不同。来，地核的。地核可没有细酸盐啊，地核内底就是金属，什么金属？铁链。对啊，这下嘛，一般老师说什么元素？铁跟镍。铁磁性元素是有什么？一定要2轨哦。那3下，磁性物质是铁钴镍，也就是只有这些可以造成磁铁或被磁铁吸引，这些可以磁化，这是铁钴镍的东西。所以地球为什么有磁场？它的原因就在于地核，成因很复杂，而且你知道地球的磁场会转动，我们现在地球的磁场是在变弱之中。它会反转哦，它的反转不是瞬间向后转哦，它的反转一定是越来越弱，然后没了，然后再反转过来，越来越强。每应该30万年会做1次反转，为周期，很特别哦，成因也是不明哦。我们连磁场为什么来
都不只知道跟地核有关，它包含里面的磁性物质还有地球的旋转，它不是它里面的旋转跟地球整个旋转不是同步它才会造成地球磁场还有地球磁场的这一些旋转，你会不会产生这些问题？我们怎么知道30万年前的地球磁场跟现在是相反？跟我之前问题一样，我之前问题是恐龙时代的大气，我们怎么知道这一定有答案？咱琥珀来底是，问题是琥珀来底有无测量磁场？咱们要查30年前，30万年前，地球磁场跟现在是反的。答案在岩石，岩石有含铁，对不对？这嘛一定3加2，含铁、钴、镍这些东西，它的里面的分子，铁分子，如果在可以转动的情况之下，你小有正规的磁力线的那个，改铁粉来用磁铁，按咔咔咔咔敲一敲，它就会排成一个磁力线的分布嘛。那因为它受到这个影响，岩浆刚形成岩石的时候，存在岩浆的时候，里面的铁是可以转动，也就是说，它当时的排列会根据当时地球磁场的方向去排列。可是，一旦凝固的时候，一个也当了，不会，所以很神奇它就记录了它从岩浆凝固成岩石那个时间的地球磁场。所以我们只要挖起一块，通常是海洋地壳，因为海洋地壳很年轻，挖起来，侦测它的年龄，看它的磁场排列，我们居然发现海洋地壳，这个我们下一个会讲到，在大西洋海洋地壳里面，你如果把那个磁场方向整个连接画起来，你居然会看到斑马型的一条一条的条纹你看2亿年的时间有多少个30万年，它就有多少个条纹，整个排起来。所以这题蛮有趣的事情。这很重要。你知道地球如果没有磁场，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我告诉你，真的见光死。你如果专心包起来，你别当处理。我们有多少宇宙射线是被我们的磁场导引到南北极？不然极光怎么来的？没有磁场的话，告诉你出去它就长驱直入，大气层都挡不住，那个不是紫外线的问题那很多就是什么阿尔法粒子、什么贝塔粒子，噼里啪啦打下来，你全身不包得紧紧的，你出去你就完蛋了那太阳光困袂，卖烦热来30万年后的代志啦。100年后还有没有人类？500年后还有没有人类？我们都不知道了然后烦恼那个那你会不会烦恼50亿年后太阳会爆炸？然后它会变成一个红巨星，越来越胖，越来越胖，然后开始把它周围的火星，水星、火星那个都吞进去。这个地球被它困进去然后膨胀到不行了，啪，爆炸，中心留下一颗白矮星，这就是太阳的寿命，100亿年，太阳的燃料可以燃烧100亿年，它现在烧到一半了，50亿年了，接下来有50亿年的时间，它寿命会走向终结，我非常的。我们反正这个杞人忧天。好，来等一下请公开讲。所以它是那个，我们之后会讲到岩石圈跟暖流圈，那是根据状态来分，它跟这个分法不一样，所以它分层会有不一样。咱老贼他详细来讲，然后它
个分界面哈、它都不是，一个这高中地科的特点，这里有一个古时不连续面，这两层之间有个末世不连续面，你这里面意见名词，唔跟你听的不连续面，不连续面代表它就是这个面就是整个切换过来，它不是慢慢一个模糊的慢慢转变，所以才会有不连续面的存在。所以地壳跟地函，还有地函跟地核都存在着不连续面。好，当然它这个不连续面并不是一个可以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就是半径不感啊，有的深有的浅啊，但是这个面确实存在啊，确实存在。好，平安时间的关系。